隨着會考的落幕，最近也是畢業的季節，許多學生即將進入一個新的階段，且也對暑假有許多的安排與期待。教會部分也有許多的暑期活動，有兒童培訓營、夏季學校、工作隊，也有語言類的台語營、英文營，音樂類的管風琴體驗營、管弦樂團音樂營、合唱營，戶外的爬爬 Go 與青年單車環島。讓我們為學生進入新的階段以及暑期的活動祈禱。親愛的天父，我們感謝你帶領許多學生走過去一段時間的學習與成長。隨着畢業季的到來，有人即將告別熟悉的校園，進入新的環境；有人正面對未來的選擇與挑戰。求你賜下平安與智慧，引導他們前面的道路，使他們在每一個新的階段中都能經歷你的同在與帶領。教會也即將展開許多的暑期事工，無論是兒童培訓營、夏季學校、工作隊，或是台語營、英文營、管風琴體驗營、管弦樂團音樂營、合唱營，以及爬爬 Go 和青年單車環島等各樣活動，求你親自保守所有籌備、服事與參與的人員，賜下健康、合一與喜樂的心。主啊，我們更懇求你使用這些活動成為福音的器皿。願每一個課程、每一次陪伴、每一段旅程、每一首詩歌、每一次真誠的對話，都能成為見證你恩典的機會。求你吸引更多孩子、青年和家庭來認識你，使那些尚未認識福音的人能在活動中感受到基督的愛，看見教會的關懷，聽見生命的好消息。願聖靈在每個人的心中動工，撒下福音的種子，得以發芽成長，也使參與服事的弟兄姐妹在分享信仰的過程中，自己的生命更加被你更新與堅固。願這個暑假不只是充滿學習、探索與歡樂的時光，更成為許多人遇見主、經歷主、跟隨主的開始。我們如此禱告，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求，阿們。